許仕仁同埋新地管理層涉嫌貪賄案，許仕仁嘅律師話：許仕仁揮霍同埋瞞稅，但係法庭唔應該作道德審判。麥齊光同埋曾景文就串謀詐騙房屋津貼判緩刑上訴被駁回。伊斯蘭國發放聲稱係領袖巴格達迪嘅錄音講話，話會還抗到底。各位，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同埋新地管理層涉嫌貪賄案，許仕仁嘅代表律師結案陳詞嘅時候話：許仕仁生活揮霍同埋瞞稅，道德上有問題，但係法庭唔應該作道德審判。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由大律師蔡維邦結案陳詞，大律師承認許仕仁係大花筒、瞞稅同向公眾講大話，係道德上有問題。但無論係任職積金局，抑或係出任政務司司長同行會成員期間，都冇濫用職權。又話案中冇直接證據顯示許仕仁有優待郭氏兄弟同新地嘅行為，冇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希望陪審團作出公正裁決，而唔係道德審判。佢又形容許仕仁嘅用錢方法好唔負責任，亦都確實好需要金錢去維持奢華生活，但唔一定因此而受賄。香港有好多合法嘅籌集資金方法，控方嘅指稱係侮辱咗香港公務員嘅誠信。大律師又話，許仕仁擔任郭氏兄弟顧問，許仕仁提供嘅係經年累積嘅施政經驗同政治智慧，同藝術品一樣，難以客觀衡量許仕仁嘅服務係咪值1500萬。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報導。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同埋路政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就串謀詐騙房屋津貼被判緩刑，兩個人就定罪提出上訴被駁回。麥齊光同埋曾景文舊年被裁定串謀詐騙房屋津貼罪成，被判入獄8個月，判刑2年。兩個人不服上訴，上訴庭今朝早頒下判詞，駁回兩個人嘅上訴。對於麥齊光同埋曾景文嘅退休金同埋長俸事宜，公務員事務局早前話將會根據既定嘅程序，並且等待上訴結果，以決定採取適當嘅行動。監警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委員點樣申報利害關係，以便處理佔中嘅投訴。主席郭琳廣話，接獲嘅佔中投訴超過1300宗。由於佔中嘅議題比較複雜，委員需要明確申報利害關係，確保公平公正。有委員提出咧，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委員咧有啲行為咧，令到公眾覺得佢可能處理一啲投訴個案咧係唔公正或者唔獨立喎。咁呢啲咧就亦都咧係充分討論咗。咁啲委員會自己即係秘書處會協助我哋點樣去申報呢個利害關係。實在政治立場咧，全部都冇關係嘅，因為呢啲全部咧係睇住嗰個個案而定嘅。佔領行動第48日，而家金鐘、旺角等地繼續有市民佔據馬路。高等法院就金鐘同埋旺角等佔領區頒發嘅臨時禁制令，最快今日會蓋章。獲高等法院延長臨時禁制令嘅中信大廈外面，朝頭早有貨車要駛入去，佔領人士配合移開部分鐵馬俾車入，並冇阻攔。而喺旺角佔領區，馬路上仍然有帳篷，學聯就擺放一條寫上我要真普選嘅黃色橫額，俾市民寫上爭取普選等嘅訴求。學聯話聽日上京會帶埋橫額，希望見總理李克強，表達港人嘅聲音。高等法院法官早前新增指令，授權執達吏執行命令嘅時候受阻，可以要求警方協助，警方可以以涉嫌藐視法庭拉人。法庭一旦為禁制令蓋章，落實臨時禁制令嘅字眼之後，臨時禁制令嘅申請人會喺報章賣廣告登有關嘅禁制令。另外，旺角小店關注組今個月初上門訪問142個鄰近旺角佔領區嘅商場同埋非連鎖店，種類涵蓋食物、服裝同埋電子產品等等，發現42%商戶上個月營業額下跌50%或者以上，有1%8商戶營業額就跌40%。個別商場譬如新之城咁樣，因為佢位處佔領區個中心咁。中間咧發生過一啲衝突事件嘅時候，佢哋商場落大閘，咁所以嗰個跌幅咧係比較大啲嘅。
長時間以嚟啦，都唔係淨係講緊呢一個月嘅時間，佢哋嗰個營運上面都有困難嘅，而租金先至係佢哋主要嗰個壓力咯。所以會見到咧，其實你話幫佢哋嘅話，減租係實際過你叫啲留守人士走咁樣啦。關注組嘅調查又話，74%商戶希望業主減租或者免租，2成4人希望佔領人士盡快撤離。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葵涌一個住宅單位發生火警，屋裏邊一個男人受傷送院，幾百名住客要疏散。起火地點係葵涌村影葵樓。凌晨4點幾，3樓一個單位着火，冒出大量濃煙。大批住客即刻疏散到天台同埋地下。部分住客要用毛巾揞住個鼻。有住客吸入濃煙感到唔舒服，即場由救護員治理。有住客話聽到起火單位男住客嘅呼救聲，先至由睡夢中驚醒。瞓覺俾佢嘈醒咗嘛，佢係喺度嗌救命咯。咁我哋隔離咋，咁啊以為佢係發癲咋，冇理到佢。最尾咪見到人哋話火燭咯，消防員救我哋出嚟㗎，接我哋出嚟冇啦冇冤啦，佢熄晒火啦。消防出動一隊煙霧隊開喉撲救，又派出搜索隊搜查。經過1個幾鐘頭之後，喺清晨5點40分將火撲熄。起火單位嚴重燒毀，單位入邊一個45歲嘅男人吸入濃煙，需要送院。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伊斯蘭國發布聲稱係領袖巴格達迪嘅錄音講話，揚言會還抗到底。美國就話雖然空襲係有進展，但係要做好漫長嘅戰鬥準備。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被指喺上個禮拜美軍一次空襲當中受重傷之後，伊斯蘭國喺社交網站發布一段聲稱係巴格達迪嘅錄音講話。錄音長大約17分鐘。巴格達迪喺講話中話美國為首嘅聯合空襲行動失敗，揚言即使剩低一兵一卒都會戰鬥到底，又號召支持者喺全球各地發動聖戰。佢冇提到自己係咪喺空襲中受傷，但就講到空襲之後冇耐，奧巴馬決定增兵伊拉克嘅事。分析相信發布錄音係要澄清傳言，顯示佢依家冇事。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喺國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話空襲行動有進展，但強調美國人要做好漫長同艱苦戰鬥嘅準備。As a coalition and as a nation, we must prepare for a long and difficult struggle. There will be setbacks, but we are seeing steady and sustainable progress. 令美國更加頭痛嘅，相信係伊斯蘭國同其他組織聯手。美國傳媒引述敍利亞反對派嘅消息話，伊斯蘭國同阿爾蓋達分支勝利陣線嘅武裝分子今個月初喺敍利亞北部會面，同意停止互鬥，合作抗敵。報道話，美國一直透過援助敍利亞嘅溫和派叛軍對抗伊斯蘭國，但叛軍實力弱同組織鬆散。如果伊斯蘭國獲聯手，可能重挫美國打擊伊斯蘭國嘅策略。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美國再被揭發監控民眾通訊。《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司法部轄下嘅機構透過喺飛機上被安裝嘅裝置，收集數以千計民眾嘅手機資料。報導引述參與行動嘅人士話，計劃早喺07年開始，機構透過喺飛機安裝由波音公司製造嘅裝置，模仿電信公司嘅通訊設備，從而獲取手機嘅登記資料。行動涉及至少5個主要機場起飛嘅塞斯納飛機，目的係要網羅可疑罪犯嘅資料，但亦都有美國嘅民眾受到影響。美國司法部發言人拒絕評論事件。到緬甸出席東盟峰會嘅美國總統奧巴馬同埋緬甸總統吳登盛見面。奧巴馬肯定緬甸嘅民主進程，特地促請緬甸政府確保出年嘅大選公平同埋透明。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四喺內比都總統府同緬甸總統吳登盛見面。奧巴馬提到緬甸嘅民主同人權狀況，佢讚揚緬甸當局釋放部分政治犯，社會具體改善，顯示緬甸民主進程真實，對緬甸未來同兩國關係樂觀。
但佢促請緬甸政府尊重少數族群嘅權益，並繼續完善民主制度。In our discussions, we recognize that this process is still incomplet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elections that are scheduled for next year and the need for those elections to be fair, inclusive, transparent, and that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rocess that has begun needs to reflect the ability of all voices in our society to participate. 吳登盛承諾會努力推動民主，但話改革需要時間。緬甸近年推行民主改革，換嚟美國撤銷經濟制裁，但當地民主狀況仍然備受關注。當地憲法禁止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基參選出年總統選舉。種族衝突亦都持續，大量伊斯蘭教徒仍然因為暴力威脅逃亡。奧巴馬之後會到仰光同昂山素基見面，之後會舉行記者會。有報道話，奧巴馬可能會促請昂山素基就種族衝突等事更強硬表態。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文報導。歐洲太空總署嘅彗星着陸器成功登陸彗星之後，不過喺降落嘅時候，着陸器反彈咗2次，最終停喺一處懸崖嘅陰影區，影響太陽能板充電。專家正嘗試調整着陸器嘅姿態。着陸器飛來登陸衛星後，傳嚟第一批相片。專家分析後發現，飛來3隻腳架中只有2隻固定喺衛星表面，1隻懸空。相信飛來係停喺67P 衛星一處懸崖陰影區，令着陸器出現能源隱憂。飛來同羅塞塔探測器分離後，電池可以用大約60個鐘。原本計劃可以透過太陽能板補充電力，但身處陰影區冇辦法有效接收陽光。飛來可能喺星期6之後就冇辦法正常運作。Of course, we wanted to land independently where we would like to be. That, of course, to be the more illuminated would be the real best, and we are not really well illuminated. So you see us cliff here that really are delighted. 飛來第一次着陸時，位置本來相當準確，落喺途中紅色嘅預定地點，但由於用嚟找住衛星表面嘅魚叉裝置失靈，令飛來2次反彈，最終喺距離原先登陸點大約1公里嘅地方登陸。由於其中1隻腳架懸空，飛來暫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鑽探採集樣本嘅工作。歐洲太空總署正嘗試調整着陸器嘅姿態同位置，可能略為轉動，令着陸器接收更多陽光，甚至可能利用着陸器上一啲可以移動嘅組件做出跳躍動作，令着陸器走出陰影區。有專家認為，就算飛來被迫提早結束任務，亦都已經收集咗極有價值嘅資訊，例如喺衛星引力低環境着陸嘅情況。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文報導。法國巴黎迪士尼樂園附近發現老虎嘅蹤跡，當局呼籲居民盡量留喺室內。迪士尼樂園就話老虎唔會對樂園構成威脅。多個民眾分別報稱喺巴黎市郊迪士尼樂園附近一帶發現老虎蹤影。當局經過一整日搜索，入夜之後仲未追尋到老虎嘅下落。專家檢查老虎留低嘅腳印，推測老虎嘅體重大約係70至80公斤，大約1歲大。未知老虎由邊度嚟，估計係私人飼養。當局接報之後，出動幾十個警員，連同配備麻醉槍嘅專家，帶同警犬喺距離巴黎迪士尼樂園大約9公里遠嘅郊區搜捕，又出動直升機監視。當局接報之後，隨即封鎖現場，又呼籲附近嘅居民盡量留喺室內。最接近該區嘅野生動物園表示冇任何動物走失。迪士尼樂園表示唔認為老虎會對樂園構成威脅，冇採取特別措施防範。無線電視記者杜思維報道。